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頂峰翡翠何生啊。香港頂峰翡翠台主要係分享珠寶玉石相關嘅知識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同埋留言分享一下你哋嘅經驗啊。今日何生又嚟講下呃人嘅套路啦。平時都係講直播間，今日就講下內地短視頻平台賣翡翠嘅賬號，佢哋用咩方法去呃人嘅。話說由今年年頭開始就出現咗好多學內地著名品牌嘅超市嘅視頻，例如半東來咁，用明碼標價嘅視頻去引流。佢哋通常都會用一啲中高品質嘅成品，但標一個超低嘅價錢，再加上一啲嘅故事，例如日日幫各位大哥大姐用幾千蚊入手佢哋嘅心頭好，辛苦完一輪之後，淨係收幾十蚊嘅服務費，滿足晒嗰啲唔俾人哋賺錢嘅心理。通常呢啲賬號都係代購在瑞麗，乜乜乜在平洲，重新之我在四會做代購等等嘅一類賬號。好啦，依家講到重點啦，佢哋用呢啲咁嘅短片去吸引翻嚟嘅客戶，又點樣呃佢哋呢？當然就係最簡單嘅先圖加配貨啦。拍片嘅成品種、水、色都係頂級，到你收到貨先發現唔係嗰回事。貨不對版呢種事情每一日都發生緊，客戶心入面就諗，今次終於揾到間信得過嘅代購啦。點知收到貨之後又係俾人呃咗。點解拍片拍到咁靚，到手就變咗件垃圾嘅？永遠都會有人覺得翡翠係唔值錢。其實何生一直都有講過，翡翠係有價值㗎，幾百幾千就想買到幾十萬幾百萬嘅品質，係真係冇可能㗎。如果你哋真係揾到咁叻嘅代購，一定要話俾何生知道，等我都幫襯下佢哋收下貨。幾千蚊可以買到幾十萬嘅貨喎，轉個手賺幾百倍咁筍嘅，我多多都收啦。其實諗一諗就知道，你估佢哋真係靠你哋嗰幾十蚊嘅代購費賺錢咩？唔用先圖配貨點揾到食啊？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先啦，拜拜。今集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接落嚟何生會繼續分享關於珠寶玉石嘅基本知識，記得關注同埋俾個 like 我哋頂峰翡翠啦，拜拜。